倒叫你有够厚的咧！啊，一暗尔，甲迄间歹茶房变甲遐尼水的白妆，会讲真个，你若500-600个一暗嘛，无法度人装甲遐水啊！你是安怎变的啦？我大人讲，你才会相信，真正都甲你讲我变出来啦！啊，我即摆我要安怎讲啦？啊，你若晓变，你头拄仔变水果，哪变袂出来？我嘛唔知。哎呦，奇怪，阿母，哦，真是都奇怪。倒叫一个，迄间破衫厝哦，我变啊那像白种遐水咧。是啊是啊，我嘛唔通相信呢。倒叫哦，竟然这么厉害，当将迄间破草厝改变到比咱厝搁较水，搁较有气派。我才唔信啦！迄个臭小囝唔正囝，伊有啥物法力啊？会变到安尼？拄则叫伊讲变个假子，就变袂出来，装痟的。我唔知影，我想讲我都变厝都变会出来，啊哪会变水果，那说变袂出来？迄到底是些什么情形？我家己嘛唔知影呢。阿姐，你甲阿爹老实讲，你是毋是偷偷去甲学迄写书啦？无啦，我袂啦，我逐工拢伫厝咧做工课，我也毋捌做，哪有去拜师学艺学写书啦，对无？遐实在是讲的啦，我讲我毋知安怎，哪会厝变会出来，啊水果变袂出来？后日爸，我拜托你啦，你甲要求三妈，莫甲我送去家门，啊无我会去食无钱饭。哦，我甲你讲啦，你若惊讲吼送去家门哦，我甲你讲，你变啊！你即摆紧变互我看，变个假子互我看，你变啊变啊，较紧变啊！娘，你莫甲倒叫变甲安尼啦！不条条伊学的吼，变的物件学足多啊！啊，一时吼，将来丰富爱变起来，你变起来啦，对无？啊！我想着啊，想啥？迄可能吼，我变迄间厝是暗时啊，对无？啊，所以你即摆日时啊叫我变，我绝对变袂出来啊！啊，你有看人咧变魔术伫咧舞台顶啊？后壁嘛拢爱扎一块乌帽啊，拢乌暗暗。啊，这日时啊，啊日头赤呀，咩人变会出来？暗时啊才变会出来，暗时啊。倒叫的啊！啊，若照安尼讲，毋就讲你写无办法变，就要等到暗时啊。对啦，听我下暗若食饭饱了吼，看你要叫我变啥，我才变互恁看。安尼好啦。阿母，莫生气，无规矩，咱等到下暗，我来做证人，看倒叫才是会晓变来变，安尼就好咯。安尼好啦。好啦，等暗时哦，你若变袂出来哦，你皮才变较红的啦，手甲放开。莫生气，你啦，快正走。经。有准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讲啥？你食配的菜较好对。对啊对啊。啊，我食拢配豆腐甲咸鸡啊尔。拜托你下暗捏两块啊素羹啊互我配。素羹啊，你食素羹要创啊？因为我爱乌帽啊，爱素羹啊放出来拢乌乌，我食落会愈乌啊，就愈变会出来啊。啊，安尼啊，只要愈乌就变得出来。安尼好，我搁甲你想一个办法真好哦。咱伫迄磨目，咱写毛笔伫迄目个墨水啊，迄足乌对无？安尼你哪食小滚啊吼，啊哪温迄墨水，啊食一喙，啊温一，安尼更较乌，安尼变过会出来。啊，咱食素羹啊温豆腐，我食素羹啊温乌目水。对，较乌。谢谢。等下，你知影大牌啊？哦，恁派头是有够粗呢！啊，当作我这水钱讲袂输，敢若观光饭店，爱来就来，爱走就走啊！王啊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，啊，煞毋知影吼，阮迄温情人用比比可一直甲我叫，害我心肝一切着，我无紧来去，要哪会用的？啊，照你安尼去讲，甲恁的温情人毋知比有王较重要呢啊！哎呦，有王啊，咱家己的人咧计较遐尼济，我若是甲你讲啦，阮甲阮的温人吼有约束好势啊，伊若甲阮考比比考，阮就爱答应随到位呢。嘿啦，林红，你毋是定定咧甲阮讲迄做人吼，着爱守信用，啊，你哪会阁袂记？好啦，算讲我较早有甲恁讲过啦，啊是讲吼，明仔载是父王的生日。恁一定爱倒转来，毋通袂记哩哦。父王，你做伊放心，我绝对会倒来甲你斗留咧，甲你作寿的。我又搁咧抱心啊，一定搁阮认真人咧甲我叫我抱来去，袂用紧啦，紧来。现在用行的用变的较紧。安尼哦。又讲安尼啦，啊，我走就走啦。什么情形？就是安尼啦。
我要甲送硬啦。想讲啊，你记伫咱迄年仔摆，我毋是有甲你交代过，讲你若要变物件，一定要有阮三个人在场，你才会用去变。哦，对吼，啊先叫娘囝，啊你出来了后，我才念迄个咒语，啊伊就变出来对吧？是啊，我知。知影吼，啊，但即摆阮已经来啊，你毋免搁再烦恼啊。哦，哎，多久啊？多久啊？来，我袂使见伊的面，我小闪避者，吼，啊你做你放心，我会放心啊。多久啊？你是拢传好未？啊这爸，拢准备好啊咧？三啊，拢准备好。安那无我来讲，哦你安尼用迄手工啊用遐济乌只，啊阮的乌目害我头拄啊拍乌啊，痱嘴烂，规个吼袂输敢若花药啊乌落落。我来讲，这满世界拢乌嘛，即马足好变。内底拢乌无。安尼好，安尼好。好啊啦，要变就紧变啦，等下咧加话遐济。好啊，啊但是要变啥？你做教官的人，你无爱画讲科目，啊今日要考啥？安尼毋才会用对吧？多数啊，凊彩啦，果子变一项啊啦。果子哦，好，果子好。要变啊！娘囝，无空变有影，五柳相公车。阿娘，你看卖咧，这想要变水果呢。哎呦，够搞的啦！哪有稀罕啊？啊，当变到迄个果子，若要变哦，变迄落吼，较无共款的啦。哦，自这都会变无共款嘞。来，我搁变一摆。娘囝，无空变有影，五柳相公车。哇！都叫诶，当你变到这是啥个啦？啊，你讲爱无共款嘞，这个时代是还无这啦。啊，若搁经过500年后，迄王奶就变这款王奶罐头。都叫诶，既然你若遮甲我变哦，无你嘛变一寡安尼较有价值的，看是迄金银珠宝，还是迄个珍珠玛瑙迄款的啊？哦，迄哦，安怎？我有法度，来你看哦。娘囝，无空变有影，五柳相公车。哦！这是玩过啦，这是啦。三啊，你若爱吼，这2粒拢送你。别送我。阿娘。